首先要向各位常委以及我们全党的同志表示非常对不起，没有能够达到胜选的目标。我要讲一句，我愧对我的职责，所以我要感谢大家，也道歉，谢谢。首先要向各位常委以及我们全党的同志表示非常对不起，没有能够达到胜选的目标。我要讲一句，我愧对我的职责，所以我要感谢大家，也道歉，谢谢。党可能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是有历史、有坚定的信念的，我们不会灰心丧志，别再细节。选举有胜也有败，我们过去这20年来，也曾经几次的败选，能够从失败当中坚定、团结、一心一德，我们就有重新返回执政的机会。中华民国选民对中国国民党的期待，我们一定会勇于改革，倾听各界意见，也会引进，也会有一套制度，希望未来的党主席有一套制度，能够引进年轻人源源不绝的进来国民党里面，让他有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一起跟国民党打拼，一起为中华民国未来的永续发展做出更具体的贡献。所以我仅做这样的一个发言。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感谢各位对本党的关心。刚刚我们郑秘书长也向各位报告，国民党这次受到空前的冲击，我们当然要深切的改革。所以我这个代理主席事实上就是怎么样平稳的让这一次党主席跟中常委的改选可以圆满顺利，在刚才讲的公开、公平、公正的选出本党最有能力重振本党雄风的最适当的人选。所以以后，当然我们希望媒体朋友本着监督本党好的改革的政策，都给我们支持，让本党可以在中华民国替台湾所有的2300万人民做更多的服务，让两岸和平的发展。所以再次的感谢各位，也拜托各位，谢谢。